世界万航台拢伫咱台湾成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你会记得45天进前发生什么代志吗？台美断交已经45天，台美的感情断好，就是袂当正式交往变做一家人。啊，阁有学者，美国的学者讲，台湾爱做一个保证，才通说服中国卖拍咱。敢会通？咱今日好好来讨论。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新民兩岸協會理事長黃長龍。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第二位亞太綜合研究院院長湯小成。大家好。第三位中正大學政治系教授蔡英雄。主持人，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那麼第四位國防安全研究院助理研究員張志東。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那麼首先，讓大家來看，到底對着這個美國學者3名因聯合發表一個文章了後，對着總統大選有什麼影響？這3組的總統候選人對昨仔開始抽籤了後，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侯友宜發表了外交政見，但是因為用到着台海議題專家 Barney Glaser， 漢名叫做葛萊伊的相片，引起了伊本人的抗議。侯友宜來道歉，講 Barney Glaser 即陣在兩岸關係的這個言論當中，嘛佇3黨之間引起了注意。咱做伙來看賣。3組總統候選人投號碼離大選剩32天，外交政策也受關注。台灣國際處境特殊，美國是上重要的盟友，佇外交政策扮演重要角色。不過前一陣仔，美國智庫專家郭來儀等3個學者發表文章，建議民進黨賴清德若當選，應該凍結台獨黨綱，引起國內不少議論。連國外都在說了，賴清德，你真的要選中華民國的總統？請放棄台獨黨綱，站出來勇敢講。在美國政府已經明白地宣布不支持台獨的狀態下，請問你這位台獨金孫如何繼續務實地推動台獨？在野黨候選人要求賴清德表態，也顯示美國佇台海議題的重要性。郭來儀後來也佇社群媒體澄清講，觀點去互誤解，強調要有效阻擋需要強化保證。面對中國威脅，賴清德表示有信心行出一條對台灣上有利的路線。咱一定要堅守咱的民主。在蔡英文總統領導之下，咱已經有信心開拓出一條對台灣有利的路線。台美斷交要45天，關係愈來愈密。台美中議題正做大屆大選一定會考的題目。這屆大選，賴清德提出和平4支條仔，主張提升國防、增加盟友。侯友宜是畫3支戰略，要阻擋甲對話。啊，若柯文哲表示兩岸愛溝通，提出5個互相原則。3個人攏主張和平，毋過面對兩岸互戰變局的無確定，要安怎繼續保持台灣民主，閣要拓展台灣國際空間，正做3個候選人上重要的挑戰。記者綜合報道。咱他初步看到這個新聞段吼，但是對着這3位學者因所發表的這個美國的這個 Foreign Affairs 吼外交事務的這個期刊頂頭所發表的這個文章，咱做一個簡單的這個提醒吼。這位叫做 Barney Glaser 吼，這在台海應該這20-30年來吼，算係真有名啦吼。尤其吼，這差不多這3-4天我所會記的，這5-6天以來吼，變做較明顯，變做以早是叫藍軍啦吼，唔是紅軍啦吼，變做對着綠軍的一種情形。有個人當作伊是綠軍啦吼，但實際上佫真濟無共款吼，這公報頂頭無共款，咱好來讀者。第一，伊講吼，這個文章叫做《Taiwan and the True Sources of Deterrence》，就是講台灣甲合作吼嚇阻策略的真正的來源是啥物？伊的核心的這個論述吼，就是講有效的合作必須要具備着可信 （credible threats and assurance），就是講你有通來主動伊要來拍你，就係2種，一種吼，你也要可信，要有信賴吼，有信賴的 threats，有當真正甲合作着。有
另外还有一个真正的保证，吼，这真正的保证到底是啥物啊？第二，伊讲吼，美中第三方面合约对台湾有合约讲加强军事力量合作之外，合约赖清德那当选应该重新来考虑。民进党立委2014年，毋是讲终止哦，是终止吼，暂时 suspend 吼，台独党工提案，以向北京来说明讲，我要维持现状的可信度。啊，问题即摆，我是头一个就想讲，伊都无爱你维持现状啊，吼，这头一个。第二个，对中国的合约讲，中国要调整反分裂国家法的讲话啦。保证讲，只要台湾无追求独立，北京就袂使用武力。哦，这中国人讲的话，咱应该爱信无信？吼，这我现在要来请教四位。而且呢，伊讲伊个好友讲吼，你爱恢复20年来无看到、无过着台湾海中线的做法。吼，这是学者那个拜托因来讲啦，吼。对美国讲吼，伊呼吁拜登的政府吼，应该一份更较全面吼，赞取更较悬的声明，讲伊的 One China Policy 来表明美国会当接受两岸经由和平经过台湾人民同意达成的任何结果吼。讲到安尼，这真暗示吼。我先请这理事长来讲，头一个，伊讲，阮就要先保证。啊！你甲即个台独党讲吼，先甲终止，毋是终止，毋是终止。对对啦，咱讲冻结啦，冻结啦。啊，冻结啦吼。冻结。这敢会通？我先安尼讲啦吼，你拄则有讲到伊即个主张的重点吼，其实毋是干对台湾尔吼，伊包括对中国大陆，包括对美国哦，拢有一寡建议哦。咱拄则其实初步来看吼，我相信大家会同意哦。即内底哈，伊对美国政府的建议哦，一般来讲较无困难啦，较无困难。尤其是你讲要来接受讲两化经过和平台湾人民同意的迄阵，结果即条美国迄阵啊所表达的立场无啥物差别。真正困难是伊对台湾甲对中国这两项啦。其实对中国这项，我感觉根本做袂到啦，根本做袂到。好，不要紧，但是因为咱选举的关系哈，所以咱大家媒体重点拢放伫伊对台湾的部分啊。即我真正常哈。我想今日就这个机会吼，实说来小可甲观众朋友来小介绍这3位学者。你一般讲美国学者较济吼，是安怎这3个大家较重视吼。这有原因啦吼，这内底吼当然真济拢有介绍过，因为伊3个毋是普通的学者，因拢伫美国国务院啊，伫这个行政体系拢做过吼，甚至甲即马要有人调伫国务院内底要有一个职务啦吼。这个葛莱伊吼。我想，咱真个只要去华盛顿，伫智库伫混过的人哈，拢知影，拢捌伊啦哈。因为我伫美国遐，我来交伊接触过几若摆吼。我的感觉是吼，伊是我所拄着的美国学者内底哈，是一个媒体性格哈上强的人吼。伊基本上吼，伊去中国迄阵啊，伊去每一届伊去中国去访问，倒来时阵吼，拢着招大家媒体来甲大家分享，伊看到啥物，看到啥物吼。我感觉是讲，伊是一个真知影媒体的头条吼标题的这个一个记者啊。当然，这毋是讲否定伊的专业，有这个特性啊。这个柯庆生柯庆生大家毋知有印象无？伊伫做美国的国务院的这个亚太助理国务卿呀吼，有一个新大的动作，就是2007年的9月的时阵吼，迄阵台湾阿边的政府咧推动迄个入联公投，迄阵美国是依转接受香港的凤凰卫视的访问出来表达美国的反对啊！我想咧印象最深刻，因为我迄阵都伫华盛顿做访问学者，所以我有一个场合拄到伊，我知影这个代志哈。所以柯庆生甲即马大家伫分析讲，伊不但是一个等于讲辈分算真悬而且即马伫包括美国的这个一个国防部的这个助理部长啦，伊像杜如松伊家新一辈的这个美国的中国通的，即马已经进入个政府部门拢是伊学生啊，伊即摆目前还是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好，3个人的分量拢真大第2项的真大的原因是因提出的时间，大家讲是毋是甲咱的选举要接近有关系这有关系。但是另外一个更较重要的原因，我认为是因为11月15伫旧金山拜登甲习近平的这个峰会，大家会记得无？迄天的时阵
这个拜登到尾美国政府传出来讲这个习近平伊讲无讲什么，我拍你啦，我唔知迄计划啦。2027啊，2035，讲什么要对台动，伊讲无这个代志哦。迄阵啊，大家认为讲这是一个合法的讯息，因为习近平即要救中国的经济嘛但是大家唔通别记住因为伊迄阵啊，佫有讲一个什么话，伊讲要求美方不支持台独，不支持台独，你要有具体的行动，要具体的行动，你袂使跟他出一支嘴等等，因为由中共的角度来看，伊认为台湾是一步一步伫往迄个方向咧行第二伊要求讲即个美国莫阁继续武装台湾，就是讲莫卖迄个军售给台湾伊佫一项讲希望美国会当支持中国的和平统一，就是意思是讲。两方的统一美国会当来支持啦这三项咱坦白讲你讲叫美国即马卖军售台湾，迄无可能的代志你讲叫美国即马去公开就拄则咱过来伊讲，我看伊会看情形啦，伫讲可能有一寡前提在去讲所以呢，因为咱的关系可能因为为着中美关系要继续行落，今日。对方已经提出这个要求咱拢无动作嘛袂使，所以这个时阵咱来讲一句讲做，互台独党甲冻结起来，是毋是一个会当交代的代志？所以理事长，你认为讲伊是咧讲交代？毋是，我讲的意思是讲，这学者是毋是代表拜登政府的丢一个空气出来？因为没有拜登政府直接来讲。变做，因为美国讲伊这选举，伊无要借选嘛，无伊是拢公平嘛，所以无好讲你这个你像 AIT 迄个理事主席伊嘛直接讲美国不支持台独尔即马变做讲要互伊进一步，我拄则讲的，习近平即马讲你拢讲不支持台独你就要有具体的动作即马变做讲是毋是安尼意思来表示？所以大家会重视即个伊的这个讲法就是安尼来咱当然啦。民进党政府安怎处理这是另外一个学问啦有人伫要讲你民进党政府你也拢无你插，都无回应你也担心，因为迄阵2011年蔡英文去美国访问到尾美国有一个匿名官员去《金融时报》讲，对蔡英文，伊讲台湾共识嘛讲对于伊的两方的路线是感觉无法度了解、无接受安尼嘛，这等于打了一枪，然后大家认为讲。2012年蔡英文迄届选举会输，这原来是一个原因好，咱即摆安尼看，要冻结台独党纲，有可能无？因为这有一个问题是啥物知无？对民进党来讲，伊会讲台独党纲是1991年通过，对无？但是呢，有另外民进党即摆因的认为讲，因的主要的路线叫做台湾前途决议文嘛，这是1997年6年了后才通过因认为讲即卖因所主张的这个意思就是讲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伊的名叫做中华民国。伊讲民进党即摆一直拢行这条路线，而且伊认为讲这个决议文后壁的决议是优先于头前迄个决议，所以等于讲台独党纲这台独的党纲应该是实质上已经是。冻结这是因的解说啦好，你这个解说，但是即马今日人提出来表示啥呢？表示讲对赖清德要有一寡怀疑啦要有一寡不确定啦，甚至讲认为讲这个格毋是讲你家己认为安怎都会使，因为北京安怎看你的问题嘛。你也准讲1月13号选举了，到520这段时间，我看最近真侪人伫推算讲，迄段时间即马的情形无做任何改变。有可能迄段时间台海会真紧张，有即款讲法啦。这当然是美国无希望看到明年拜登要去选举所以伊毋到这个杀这个动作，这是大家一个判断。这是理事长对这个幕后来看这项代志我要问唐议长你认为民进党就算讲甲这个台独党纲甲终止这有可行性无？就是讲。我甲你终止了阿强就讲好，我莫甲你拍，我来放弃，我来宣布放弃武力统一咱这个台湾。我是无啥甲把啦，头拄迄理事长讲了真好啦，我是讲我即马要来为罗森伯格这篇葛莱伊的文章，甲各有一篇，各有一个金德芳。
伊嘛写一篇哦，差不多1礼拜以前啊。对。哦，伊嘛写一篇，我甲这3个人，这3篇啦，一个访问啦，两篇文章啦，我甲综合起来看哈。美国即马哈，尤其是金德芳的迄篇文章，写得真清楚。伊讲啊，美国即马拄着问题啦，俄乌战争也未了咧，啊，即马中东战争过来，啊。北韩啊，即马朝鲜迄边嘛可能有啥物代志，所以讲啊，你台湾遮吼，千万唔通出代志啦，都是即款的姿势啦。所以讲，这罗森伯格两个月以前来，都讲啊，反对改变现状，啊个不支持台独，啊个希望两边能够接触谈判，伊就讲了真清楚，伊是啥物人？伊是 AIT 的主席呢。AIT 的主席都有些代表性啊，伊代表的是美国政府的拜登政府的立场，就真清楚啊。了后呢，即马过来伊这篇吼，我就上注意伊有讲到一个 credible 是啥物意思？可信的。北京就一直在讲啊，你讲啊，一中原则啊，一中什么物件啊？你个做法咧，做法就都无共款啊。北京甚至咧讲，你是咧掏空一中原则。所以讲，即马过来伊，我是讲哈，伊是一定是有代表性的嘛。伊地位真悬嘛，对这两岸的这些代志哈，做了解啊。我嘛甲伊见过面啦。伊写这篇的意思就是讲，要做一个姿态，好，北京看，同我有讲啊。对啊，我有见到阮美国人的这阵我讲啊，我有讲啊，要做我做就看你家己啊。我再看嘛，看卖咧嘛。就是讲，但是对北京有交代啊。这是做交代，重点啦。甲迄个金德芳迄篇，所以会做袂做，毋是重点啊。会做袂做咧，迄是另外一回事啦。我再看。毋过安尼拄啊，伊就安听伊安尼讲，安尼就下课啊。蔡老师就免讲啊。来，蔡老师来。其实是安尼啊吼，就是讲美国过去一直立场就是讲吼，伊避免维护台湾也是中国的主张，所以从来无正式声明讲吼，一个中国是解决台湾海峡唯一的选择。吼，因为过去比如讲1982年，瑞军总统吼有发6个保证的电报给台湾，其中内底就讲啊，伊袂做中国甲美国袂做中国甲台湾的中人，嘛袂。要压迫台湾，讲吼，咱来谈判嘛袂。对台湾的主张的长期的立场完全无改变。这啥物意思？就是讲，因无认为，因无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呐。但是中国一直逐工伫遐去接发大湾呐，这个台湾的中国的一部分呐。过来伊的主对的问题是伫安尼啊，就是讲，伊讲吼，拜登这个政府拢无甲中国提起讲吼，咱就是两岸咧解决吼，会用和平的手段，互中国一个保证讲啥来讲，你若无保证吼，中国怀疑讲吼，美国无接受两岸的整合啦。但是过去中国甲美国签的白纸黑字的公报，迄内底重点是啥？拢爱和平解决嘛。中国即摆有和平解决吗？无。若要解决，伊都讲啥？爱14个中国人做伙解决。迄要哪解决？就是因决定嘛。吼。拜登总统捌讲，台湾 is independent。It's up to Taiwan needs to decide。这句啥物意思？唔是讲台湾是独立的啦，伊的意思就是讲吼，台湾是自主的，吼，互台湾人民去决定这件代志。而且这过来因佫讲啊，佫讲吼，咱美国唔通暗示吼，台湾交美国国家安全是重要的资产，袂使暗示这啦。但是这是咧，我感觉这做含的啊，因为台湾就是美国重要的资产，大家拢知嘛。我以前一本册叫 Why Taiwan Matters。对，结果伊即摆佫讲吼，唔通甲美国的政府的讲话唔通暗示这点，迄也得去暗示，迄个大家嘛拢知的代志。无，伊可能是叫大家明的讲啦。唔是，但佫再暗示下，是毋是？因为台湾的精品、台湾的民主、吼、台湾的安全、
吼，那会跟无关系？而且台湾关系我内底是写甲足清楚的哦。若是台湾安全受到威胁的时阵，美国的利益若有损害，即句就是咧讲啥？台湾的安全甲美国利益有牵连嘛？哎，我你莫去讲迄啦，安尼刺激个中国啦。所以即摆这显然是甲过去伊的言论伊文采无啥同款。我去查这三个内底是中迄个啦，迄个白杰西即个，伊过去就是主张讲哦，对中共吼，咱着爱热冷啦，啊，莫讲台湾的问题。咱就知哦。伊红军咧，伊就讲吼，大概吼中共来讲啥吼，咱就是伊拢会交紧啊，拢会生气啦吼，你着毋通吼，你着讲较，意思讲较冷的啊，对一届有效的。你甲讲，伊对一届伊有做诶，拢嘛无啊。飞机是伊咧飞呢，军舰是伊咧翘的呢。啊，台湾规个安尼互吓惊。我问你啊，伊有和平蔡老师，解决？歹势，我直接问你，所以你认为讲 ，Bonnie Glaser 甲 Jessica 甲即个郭庆生，因三个人即个文章政治性的意味，甲实际上可行性来讲，政治性的意味较重。对，因为因有读过台独党纲内底的内容。迄内底是讲吼，不管是台湾共和国还是新宪法，拢爱全体自民公民投票的。上重要是后壁即句理事长有讲，所以伊迄个物件已经拢是爱台湾人民决定嘛。2006年的国民党嘛讲哦，那不管是统一、独立、维持现状，拢爱人民决定。安尼两个有啥物无共？但是因两个伫遐讲吼，台独党讲吼，这台独哦，啊这你伫遐甲你甲冻起来，甲放伫冰箱，安尼以后中国伊就飞机就袂飞啊嘛。不，我想要来继续来问姜老师吼，姜老师，这个咱咧买保险就是安尼，比如讲我要买一个保险，我甲这个保险公司买保险，这个保险公司毋是我甲伊之间的问题，这个保险公司会搁去找一个再保公司，吼去甲再保，啊，这个再保公司是大家联保，吼，也就是讲我甲我的风险挂互伊，伊甲我的风险搁挂互别人，啊，大家来共同分摊啦，吼。台湾即摆目前吼，伊若是讲咱爱，比如讲爱甲中国安尼，啊中国伊要甲上保险，要甲上买再保险，但都是你美国嘛，美国你要担这责任嘛？即我甲人问讲可行性啦，敢有可行性？我想吼，咱看一篇的时阵吼，莫一直是讲 assurance 保证这边啦，就像葛莱伊最近吼，伊就讲恁拢台湾拢甲我断章取义啦，哦，伊拢讲哦，咱台湾哦，讲台湾要安怎让步，美国要安怎让步，哦，啊你拢无看，我有讲啊，我先讲啊，讲美国吼爱加强军力准备啊，按台湾嘛爱军事准备啊，然后伊才讲哦，assurance 是讲啥？伊就是讲啊，一句话，我是规篇啊看了啦。都莫去互阿强啊绝望啦，莫互绝望，莫互绝望啦，就是讲统一还是有希望的啦。台湾无排除，其实若是讲台湾的前途是咱台湾人决定，当然咱嘛毋是讲统一，当然嘛是一个选项嘛，对无？所以讲，咱伫看这篇的时阵吼，真正就像葛莱伊讲的啦吼。当然这嘛像刚才蔡老师嘛有讲吼，因为这。像迄白杰西迄度较红淡薄啊吼，所以讲这篇文章里内底啊，你拢爱甲看，拢爱甲看，你莫拢目睭看啊，这个我无介意，拢伫咩？啊，你若目睭咧看的，迄个那个所谓的这个威胁保证的时候，你就讲咱这篇对咱嘛袂歹哦，所以讲头一个啦吼。爱以一个都像 Bonnie Glaser 讲的，爱比较持平来看，莫讲看一边啦，因为是讲两个，吼，伊是讲两个。过第二个啊，我是讲啦吼，像伊全篇都是讲爱维持现状，吼，大家莫去挑衅，吼，还是巴拉巴拉讲，其实这大家拢知嘛，像蔡英文嘛讲过啊，咱得到支持嘛，袂冒进嘛，对无？即马。一切的根本都是让台湾人来决定台湾的前途，咱国家的主权，吼，这是咱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国家，吼。当然咱讲这样，不过伊这篇都像我讲的啦，伊是讲，你莫讲拢一直是讲哦，要吼像迄美国讲的吼 ，peace through strength，就是讲和平啊，爱靠
滚头，靠滚头，哎，唔是啦，伊讲卖，你哪一直讲，哎，你哪一直讲？是安尼笑，我就一直安尼想咧，唔知是我读歪去。无，伊是讲啊吼，因为即马当然，伊嘛有讲啦吼，当然即马大家吼，美国甲台湾，咱即马也是讲哦，拢一定会讲，就是要加强吼，咱家己的能力吼，这个军事的力量，当然是阿强啊 ，very aggressive 嘛，好，当然伊是讲，这那像一个恶性循环啦，当然，所以讲爱 assurance 啦，你头前讲。那个武力的时阵哈，你要化工啊。无我规篇读起来，我是感觉伊是这边啊拍50板，这边啊拍50板。哎，这个学者了，还拍谁哈？这学者，这学者就要持平，这很3平嘞，不2平嘞。没有，这学者都要持平嘛哈。咱家有3位学者，那李处长嘛教去找呢。李处长，我真正要问讲，陈水扁总统一就任2000年的时阵，伊就提出4不1没有，对方无反应，对，吼，搁后来搁一个统合论，嘛无反应，我就唔知讲，那即摆情势比2000年伊搁较无共款啦吼，我是唔知影讲，那是这3位候选人吼，因为咱看这3位候选人吼，所提出来这。咱坦白讲哦，其实差距离无遐大啦，距离无遐大，到底是伊要安怎才有当啊满意啦？这吼，其实咱为源头来讲哈，拄只3位学者因讲到一个重点吼。其实你台湾吼，只要是用合作，因为即摆差不多3党候选人拢同意嘛吼，台湾的未来吼，应该由台湾的人吼来做决定吼。所有的决定吼。当然，你也准用全民公投，伊包括统一嘛是一项啊，统一原来是一项啦。你照你讲，无人讲袂使用这统一这项嘛吼。问题是，你看调查起来吼，台湾即摆主张要叫即摆中国大陆去统一的人吼，可能头壳歹起来，他会去赞成啦。这问题出伫咧，这跟台湾的问题，这是阿强的问题嘛。你整个的政权根本无吸收咧，即摆真侪人吼，问题重点放唔对，伊讲台湾人不爱统一，不爱统一是因为有台独，台独唔是天生出来呢，台独是一个外的因素出来。你讲坦白个，这当然咱无时间为历史来讲啦。你我讲歹听咧，等下讲好了，台湾根本无人去讲独立的问题。这是一个历史的演变。啊，起码来讲，台湾的社会民主本来就有可能性啊。你用公投出来，即摆阿强家己咧检讨就是讲，你这个制度是安对台湾人完全无吸引力。你用民主主义划规波的台湾人，讲嘛，你的我要过我家己的日子啊。这是一个，所以严格来讲啦哈，台独不台独哈，这真的是假议题啊，真的假议题啦，因为宪宗是大家要维持的啦哈。你讲有一帮我要来甲变国民啊，即摆伫台湾社会嘛无这个基础。外部的环境，我来无这个条件啦吼，所以根本唔是这个代志啊。所以等于讲佫一项真大的原因，就是讲，你讲中华民国，咱台湾内底底下咧呛讲反台独的人讲中华民国万岁哈，中华民国希望他万岁，但是中华民国跟台湾现在是矛盾吗？其实没有矛盾呐。可是常常有人把为了要救中华民国，说要反台独啊，其实2个是合在一起啦。两个变做是一个做，比如讲啥呢？你所要反对的台独，甲你所支持的中华民国，伫阿强我看来吼，只要你无要叫我统一，你无要做1国2制中国的一部分，你这拢是我反对的。是差别是讲做优先顺序的问题做主要敌人甲次要敌人嘛。讲实在是安尼，这足清楚的，这款话咱会当讲坦白来讲嘛，对无？但是呢，真济你论述的时阵，这款核心的问题拢甲放伫边啊。无去甲讲底下那草莓人加工吼，用迄个叫做这个稻草人，即摆咧选气嘛。好，咱等下即摆讲吼，共款的道理就是讲吼，你讲我完全赞成大家讲，就是讲基本上有一定的代表性，因这主张啦，刚才汤教授佮加这个金德芳的这一寡意见吼，可能看起来更较迄个更较。这个气氛敢若咧起来。对，但是即摆问题伫遮，我拄则讲过，民进党伊即摆讲做。台独党纲实质上已经冻结了哈你跟他说，那这个程序要不要把它完成？如果是这样的话，程序为什么不把它完成啊？这个问题是对你知道吧？
第一，你即摆讲去好，我在选前我偌前就去宣布，这冻结台独党纲要启动吼。啊，你感觉启动了，真正冻结了，阿强就讲，甲你拍拍手啊。汤教授讲伊无把握，我会当把握讲，绝对无可能。你冻结无够，你爱废止，废止了，佫无够，你过来可能，你看拄则你有讲到一个，啊，变迄阵事不一没有，伊讲迄个统合吼，啊，佫有啊，蔡英文2016年啊。迄阵啊，伊讲迄个两项的，迄个中华民国宪法甲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来推动两岸事务嘛，对无？来处理两岸事务嘛。让大陆的一寡知名的对台湾的政策学者拢讲过关啊，结果下晡就去变卦去啊。哦，好，所以呢，咱即摆倒转来讲，我若来去偌清的来讲吼，我当然袂即摆选举前去捅这个马蜂窝嘛，吼，对无？因为你捅这个马蜂窝，你对阿强无效啦，伊对选举嘛无效，对选举甚至有伤害，对伊立赢的这个支持哦。但是你问题是美国确实有这个要求啊，你要安怎甲美国去交代？因为咱咧看起来吼，美国对偌清就是确实有一寡不放心，这不放心，交讲伊这个人好歹无关，主要是惊讲伊动选了，甲明年就任两化的这个情势哈，可能会真危险哦。啊，所以变安怎？我感觉其实伫因迄三个文章吼，已经有提到一个主张。我作假我就主张安尼啊，赖清德应该在伫选举前吼，利用一个机会来宣布什么呢？宣布讲伊会继续蔡英文总统的路线，伫中华民国宪法甲两华人民关系条例的这个指导下来处理两岸关系。伊可能讲前半段有讲过，无伊即摆毋捌讲，要无正式讲，有啦，伊有当时选举场的时候民进党发言人有讲啦，我也无听到伊正式啦吼。啊，即摆安尼看起来吼，本来我咧要讲吼，凡是伊是毋是要等候甲伊520，如果他当选后520来讲，即摆安尼看起来，伊应该提早讲，应该找一个机会，国际记者会也好，也是讲这个伊的辩论大选的辩论会时候来表达出来吼。啊，当然你讲啊，这讲出来是那这最重要，因为真重要是美国政府因即摆认同甲支持的是蔡英文路线。蔡英文因甚至用这个问题 ，AIT 政治组的人用这个问题来问这个柯文哲，来问这个。这个侯友宜的阵营哈，你看柯文哲最近讲，伊要继续行蔡英文的路线啦，这除了是对。有啦，这题伊入去前礼拜三吼，顶礼拜三的那个打鼓啦。就是我知，我意思就是讲，赖清德你讲这个话，就等于讲，你对美国这届关切哈，都有一个交代啊，都有一个交代啊。咱拄则讲，美国是为着要阿强一个交代。啊，你对美国有交代嘛？美国就是大家拢最交代的，安尼讲。但是咱咧甲交代咧，阿强敢要甲咱交代？因为你这重要是，你中华民国宪法甲两华人民关系条例，这有道理啊。这是咱家己的宪法，咱的法律啦。当然，这都应该，这是有这合理的代志，无啦，咱会当自己负责的，咱一定会当自己负责，不管你是什么人嘛吼。但是他说，理事长也讲着，我问唐老师吼，议长，这吼他说理事长有讲。讲今仔日舞到这摊吼，这大部分拢是人是你中国共产党你舞的啊！你舞到你看咱即摆台湾民众对中国的观感吼，你无相信讲你袂拍56%呢？吼啊！你对你这个政权吼反感72%呢？如果你若要对习近平讲什么，你要拜托伊讲做什么代志？即摆吼，我是讲，阮讨论的真精彩哈。我想讲哈，我为就说是讲辩证法的迄个方法来分析啊。譬如讲，蔡英文总统，伊的做法，对我来讲，是叫做不独而独。啊，你有讲态度无？拢无讲哦，啊，伊做的代志无有无？嘛向大陆这方面来行，这就是辩证法的一种方式来解释。啊，即摆呢，啊，你这冻结这个党纲，台独党纲的这个问题。所以议长，你的意思是讲，咱会当来升级痛击不痛？嘛会使啊，嘛会使啊。
啊，这边哪用？这都是一个话术嘛。像我要跟你好，我要跟你好，但是我真济所在我就不爱跟你斗阵。看你安怎讲，不痛，就是安尼啊。看你要安怎讲啊。啊，即马你冻结这个台独党纲哈，啊，这赖清德，我是讲，我来建议啦哈，伊莫遐硬啦，伊会使讲，在合适的情况下，阮会使考虑来冻结党纲。啊，不是讲啊，永远不冻结。啊，伊即马的态度就是安尼啊，伊说永远都不会冻结啊，永远都不会改啊。我就讲你这个代志哈，这已经是历史啊啦。啊，即马的这国际情势啊，美国的态度、阿强的态度，你变化足大的。啊，你这个冻结不冻结，我是讲你会使讲，我会使考虑。在适合，反正嘴讲啊，就是安尼啊，要做唔做，但是支持者敢会接受？对讲啊，安尼，卡说讲伊安尼讲吼，啊，而且哪讲诶，伊嘛真紧张咧，伊中间选民可能讲啊，为着即句走过啊，啊，伊本来的台独的即个铁杆态度啦，我安尼讲，我是讲伊是有信心，这群人袂变心，袂变心。哦，啊，你知无？啊，我的意思是讲，安尼讲的哈，比较技巧啦，啊，技巧伊会扩大伊的选票，囡仔大岁呢，伊会扩大伊的选票的基础啦。啊，这个安尼讲的时阵吼，伊甲北京的关系，甲美国的关系，拢会使。做一寡啊，个正面的调整。那照院长你安尼讲，只有赖清德才有这个优势吼，电脑变做这种优势来做这项代志哦。伊电脑咱看阿狗，没有歹势，咱看这个侯友宜，伊电脑敢若看伊讲我接受合宪的92强式，咱坦白讲，我唔知影啥物叫做合宪的。92强式，就是一个中国的是中华民国，安尼就合变啦。啊，这就袂通啊，就是安尼啊，这就袂通啊。唔是啦，我讲啊，这习近平讲92强式，这口管的蛋去涂骹去。啊，唔是，92强式的最核心的内容，就是讲咱两岸唔是外国人的关系。啊，要讲唔是外国人是虾米关系？本来大半吧，起码讲袂清楚嘛。伊无有你一中各表啊，迄是伊讲的啦。对嘛？啊，伊咧讲，伊就叫你就爱吞落去啊，叫你一中各表啊，袂使一中各表啊。啊，这边安怎？这是我无咧信的啦，我无咧信伊讲说啊什么一中各表，就是讲和平统一是安怎？我是讲。即马，阮是爱一个9·2共识，做一个基础，啊，两岸才会当做个谈判桌来谈判。啊，你无这个，无这个，你就阮顶摆讨论过的问题啊。啊，你用外交部来处理两岸关系看卖呢？啊，你报一个这个陆委会要创啥？啊，你会使改，毋是袂使改。你给他盖这个行政院组织法，按你的话，按你陆委会就可以把它废除。他废除掉，啊，要安怎？啊，即马我就讲，你美国人，会当看你走这步袂？头仔议长吼讲一个真趣味的讲法啦，痛极不痛啦。我要问讲哦，蔡老师吼，若是像这安尼痛极不痛，安尼民进党的支持者会走。赖清德家己敢会当讲过家己讲好，而且上重要的是习近平敢会相信？好，我比如讲吼，咱即马台湾来推动统一的公投，哈，中国敢会反对？一定反对的嘛。稳死。因为你统一公投投落，大家拢反对统一，啊，就等于统一无望啊嘛。唔是讲来杀台湾独立的公投，咱杀统一的公投，统一的公投杀落，足侪人去甲反对，统一公投无过。所以，伊就反对你公投啦。简单讲啊，你就算要统一公投，伊嘛是反对啊。啊，你重点是遮啦，讲台湾袂使交中国是共一个部分啦。伊若是共一个部分，
伊就主张讲，这台湾的代志就是咱中国人的内政，所以伊若要来摕台湾，就是侵略，吼，应该是侵略哦。伊讲毋是，这要回归到祖国，所以吼，外国人拢袂使来干涉，这就是咱上惊的代志啊。毋是讲咱要交伊讲有啥物问题啦，咱的意思就是讲吼，要互中国惊吓，你袂使用武力协助意思，就是台语的意思就是惊吓啦。伊啊，搞互伊青惊，你袂使安尼用武力来拍台湾。吼，因为伊即摆去美国，伊甲美国讲啊，你莫卖武器予台湾啊。其实我讲，因心内吼上无爱的，就是啥？美国一直卖武器予台湾嘛。安尼以后台湾会安怎？永远事实上会独立啊。其实赖清德的意思就是讲吼，台湾若无事实上若无独立，中华民国是要管啥物人？咱嘛台平金马老师，啊，这安尼吼，这手也拔起来，嘴也拔起来，啊，这是啊，公道也袂使，啊，该教科书也袂使，啥物拢袂使。是啊，像那就是讲，民进党执政了，伊的新主把毋是台独党纲啦，是啥物？是中华民国宪法啦。吼啊，逐个当讲啊，有台湾的伫国际的迄个声望较好，逐个吼加减啊叫讲哦，中华民国台湾啦。但是大概事实上是安尼啦，吼，这就是现状啦。无人会当改变这个，无人嘛愿意改变这个现状。美国嘛是讲，你就是现状甲维持就好，吼，莫互伊侵略，吼，啊，咱嘛莫去甲人，哦，毋是讲咱要操命甲人加工，咱嘛无爱安尼，咱嘛爱较，算讲吼，较放软的，吼，啊，但是做咱该做的代志，但是无代表伊拢无答案呢，伊迄答案是钉钉塔塔呢，是贵族的呢，全世界一直咧打压台湾呢。吼啊，你搁讲你是交伊一部分，啊，外国人讲啊，你交伊一部分咯，安尼好啊，一部分你就收回去尔嘛。吼，这就是阮上反对的啦。当然，阮尊重无共款的意见啦，但是袂使讲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句话就是袂使讲，因为你搁直甲外国讲吼，这中国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对因来讲，1949年就结束啊。有一个石头比顶头安尼结束啊，迄阵伊就讲但是吼，是这说了我也要来请教钟老师吼，钟老师，这个 Bonnie Glaser 内面有一句话讲吼，叫中国最好心爱去甲反分裂国家法内面吼，迄言语啊，小可改讲，保证只要你台湾无追求独立，我北京就袂来使用武力。这里个写落去了就是 credible assurance。这是美国人太天真，这个学者太天真，还是伊较亲像头早唐院长讲的，讲无啦，伊是咧讲交代的尔。你问这样，我就想要笑。阿强的话敢会使信？蒋介石就甲咱讲阿强话袂信的嘛。这伊即马今日安那改，明仔安那改，这哪有法度？啊，所以讲，这两岸伫遮吼，你讲，所以讲伊这篇啊吼，唯一的价值，我肯定啦吼，卖互阿强啊绝望，哎，这个是应该要有的。啊，毋过。其实哦，大家拢讲啊，卖台独，什么叫台独？你甲我讲嘛？台独，你的台独甲阿强的台独无共呢。阿强，你若无统一，你就台独；维持现况就是台独。这一点你，所以即马像迄学者啦，包含因讲迄台独，啊，你甲我讲台独是啥？对无？这而且北京的台独，像我讲，北京的台独跟咱想的台独无共。讲较白啊。维持现况就是台独啊！其实哦，这就互我想到啊，伊进前吼，迄写迄个超限战迄个桥梁，伊有写一篇文章，就足趣味的。当然，迄出来嘛，引起很大的回响哈。伊就是讲啊，吼，一句话啦，和平统一无望论啦。所以啊，两岸爱统一啊，吼，爱武力。爱武力，啊，毋过爱武力，这上大问题是美国的问题。这是安怎讲？像蔡老师头拄仔讲的，你即马两岸，你若伫台湾公投，爱稳死的啦，统一稳死的啦，足歹看的啦。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讲北京无爱公投的问题。啊，所以讲，就像阿强啊，就只有统一嘛，吼，伊无第二条路啦。你反对统一就是台独啦，啊，所以讲哦，头拄讲蔡英文路线哦，美国足肯定的，安要甲3个候选人哈，希望他们要全。按蔡英文路线，阿强啊，在去年的对台白皮书都是讲这台独啊嘛，
这巴基干没有这对，所以讲啊哈，莫去讲那什么台独啦、统一啦，迄坦白讲哦，迄嘴是别人的啦，别人安那讲咱无法度，像阿强啊，伊讲你台独，你就台独啊，我讲较白啊，你讲我毋是，啊，伊讲你是，你就是啦。啊，所以讲莫想阿强要安怎想，还是安怎，咱就顾好，不管是叫中华民国还是中华民国台湾，咱中华民国作为一个国家主权独立的一个国家，按都像蔡英文讲的啦，4个坚持啦，两岸不是讲两岸啦，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就对啦。啊，你卖去讲因为这台独定义太多，啊，你像汤老师讲那个很辩证，不过一寡人可能还不只是学者，可能一般老百姓嘛听无啦。这我喜欢老时间哦，对，因为这很复杂啦哈。所以我讲所以讲起码都是上简单的讲，像蔡英文讲的，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都是主权的独立的国家。那照安尼讲，因就是讲咱台独啊。那照姜老师他安尼讲，美国人有赞成蔡英文落选，某种程度啦，应该是赞成蔡英文落选。不是讲赞成啦，哎，忍耐啦，忍耐嘛，忍耐啦，北京忍耐啦，北京忍耐啊，一个认可啦。我觉得这来，我先好，这唐议长先。我即摆是安尼啦，你拄则讲到因的建议吼，讲呼吁中共吼，迄个反分裂国家法去修改啊，是啊。讲这个只要台湾不追求独立，北京就不会使用武力，这当然是书生之见啦哈。因为对中国来讲啊，已经讲为这个统一是这个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历史使命嘛哈，伊拢讲过啊。啊，佫一项咱大家知影吼，咱观众朋友爱认识到吼，中国共产党伊是一个无比现实的政党。咱拄则讲，伊有能力的时阵，伊绝对袂客气，该食就食。啊，伊无能力的时阵，他会装龟孙子，伊会落软。你看较早毛泽东蒋委员长万岁嘛哈，伊用这套吼，甲国民党定甲金死嘛。唔带到尾，唔带遐大只江山从来无去啊，只有来台湾这个所在哦。啊，所以基本上来看，伊是一个现实主义的人。你讲叫伊讲啊，只要台湾不追求独立，错误，伊要统一台湾，做绝对是伊会感觉伊有这个把握，伊就会去做啊，伊就会去做啊哈。所以这教育无关。第二项有人讲吼，啊，你台湾都要交大陆来谈判啦吼，来有一个保证吼。你拄则有一个问题真重哦。你讲这个三项只希望三边的政府拢去保证哦。啊，即摆问题是上尾来保证这个保证。对啊，无再保公司来甲咱保证呢？这个是一个真大的问题。到底可比讲，咱交阿强啊，尊重签条这和平协议来讲哈，伊的执行哈有效无效？你看香港就咧啊，50年不变，结果无过一半都无去啊哈。而且哈，阿强啊交外国所交莫讲外国啦，交人签的约吼，伊的诠释权拢抵消。侬用一寡迄个渔会哈，即个读过东亚所的人拢知影，阿强很擅长用这一招来解释，包括现在包括联合国的2758号决议文，包括对美国的3个公报拢是安尼。吼，啊，你讲你今日交伫讲一个讲，咱讲较特别啦吼，今日去中国共产党无改变以前，无变做一个民主政体以前哈，中国无以前吼，台湾无可能交伊用谈判的方式。来进行，我讲实在，因为现在呢，因为第一无人会当保证，无人有再保证。第二，伊所签的人拢袂当信任嘛，伊随时会使变呐。伊看情势，伊是一个超级的现实主义啦。第三，你讲伊在乎民意吗？不但你讲用14个来压你2300万，你看香港2017年、17年那19年呐，区议会选举啊，民主派。摕9成，伊惊到啊，就随甲改掉，即摆变做啥呢？即个直选的剩20%，立法会嘛是安尼，拢用安尼啊。啊，你台湾你也准90年摕去，伊嘛是用来甲你创啊，迄绝对是安尼嘛。所以这当然，这都是今日台湾人无愿意交伊去接受的一个原因。现在来叫伊保证，根本唔知要安怎保证哦。外星人，议长，依照现实主义的看法啊。根本都无保证，天下都无啥物好保证，都看你有啥物材料啦。对，你有材料就有保证啦，是保证啥？你保证家己啦。
啊，即马呢，即马是美国拄着问题啊啦，拄着困难啊，伊即马都比较低声下气啊。头拄你就说什么？历史长，历史长在讲咧，历史长在讲咧，讲阿强啊，安怎，啊美国咧，啊你比较看卖咧，美国嘛是差不多啦，美国是伊过来，伊有一个什么进动的迄个牵制，啊对外国咧，本来是对中国趾高气昂，啊即马咧有一寡低声下气。啊，伊是因为经济，伊是啥物困难？经济困难还是？经济困难啊，要选举啊，啊，搁有一个中东啊，搁有一个俄乌啊，啊，拢有困难啊。还有那个迄个什么北韩啊，啊，这些拢是困难啊。啊，上重要的是讲，即马川普哈，伊的民调哈，比伊较悬。啊，但是呢，川普起来，川普起来是另外一个代志。那川普起来，后摆再来讲。比拜登更加强咯。即马伊都压力足大的啦。我是讲拜登啦，我是讲拜托，啊你北京吼，哎莫做乱啦，莫个乱啦啦，啊莫个乱，啊有一个前提就是讲，啊你台湾嘛，你嘛不要跨越红线啦，对不？安尼都两岸。因两个拢压力真大，啊是安怎？这个习近平会甲拜登讲，无喏，我就无2023，我就无迄个2027、2035什么计划，伊就无必要甲回答安尼啦，伊就讲我无互你知。伊这个是障眼法哦，是讲这个美国的中国共产党话唔通听落去。因为2027哈，2027哈。迄是足重要一年，习近平要做第4年。第4年嘛，哈。啊，搁有呢，解放军100年。啊，你讲解放军100年，啊，国家要被统一，啊，你算啥物？啊，你就讲袂起啊。所以讲美国人啊，美国的强军，伊拢有信啊，讲今年这个2027是真重要。可能会发代志。啊，但是习近平伊就讲，我唔知哦，我无爱甲你讲。这就是障眼法。哦。伊讲本来讲，所以伊也是有可能会来攻击台湾。伊应该讲，伊讲为即马开始到2035年，拢袂出代志。啊，这就是一个无共款的讲。但是伊若安尼讲，我点都会惊咧。你敢要相信？按照比这，你讲2027到2035，你看这民调就这啊，你看对，咱大家拢不爱信啊。超过50%的人都无爱相信啊。甲美国人讲的啊，不，这老师，你敢是迄5成6的之间，还是你会相信？我是讲，还你56.01啊，这民意基金会讲的，讲你有相信讲因袂对待动物？你是相信啊？无相信？我是讲，应该是安尼讲啦，吼。考试讲你台湾吼，你莫甲刺激，你莫甲讲啊和平统一拢无望啊，伊就暂时像袂叮当啦。啊，了后咧唔知咧，我即摆会使看到是。可能是今年啊，无啦，所以依照你总规划你，拢看袂到啊。所以依照你来对着这题，你就讲我唔知，爱有前提，我才会当回答你。对，安尼讲法对。哦，你这是你这是真刁钻的回答啊，蔡老师。其实是安尼啦吼，2022年伊有通过一个台湾问题的白皮书，白皮纸吼，会册这个物件内底政策，伊就讲哦，若是外国势力来介入。也是台湾要对中国分裂出去，吼，伊就要用武力。啊，伊的武力毋是要对着台湾人民，吼，安尼表示啥？政治拢会生目睭，吼，拢会闪。伊来拍你的时阵，佫有分台湾人民甲其他的这个人。啊，这重点是啥物？就是讲吼，因甚至包括因对赵少康的看法啊，因讲吼，恁这赵少康你的主张吼，要交阮。迄个对话啦，吼，啊，大家来瞧。伊讲这毋是，这是延前，这是拖沙。恁就是无要统一，会变做讲吼，阮以后要统一的时间会愈来愈久。所以其实中国对赵少康伊的看法嘛是共款的，你就是要接受统一啦，无你这就是拢咧拖沙尔，你就是借口啦。
吼，因为足简单咧，1949年了后，就无中华民国啊，你个主张迄嘛无效。你讲要来交阮对话，所以因为学者就开始讲安尼，我阵看，哦，爱对着小讲嘛是共款啦，头拄钟老师讲的啊。所以这啥物意思咧？因为伫台湾吼，就好有伊就是讲吼，包括地下讲嘛讲，哎，这个飞弹吼，这就较济的，有无？但是因的未来立法院有可能立法院议长韩国瑜讲啥？伊讲吼，啊，迄危险哦，吼，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变做讲，这个物件因家己拢矛盾啦，哦，家己无一个一致的主张啊，问题出伫遮。Tony Grazer 哈，这篇我唯一不满意的是讲啊哈，伊在 assurance 保证这条，拢讲哦，咱要安怎，叫人安怎。